也若最近这3天，咱的外交部已经陆续协助防拐去东南亚1500外台湾人返来台湾啊。前一阵仔呢，更有传出一个跳火舞的表演者，打算就是人要伊去泰国表演，也毋过结果呢，伊是防拐去缅甸，防拐去缅甸的诈骗园区，全互人关起来，而且拍甲规身躯焦伤。伊虽然要3礼拜，即马总算平安返来台湾。面相看出来真忝，毋过火舞表演者小鬼心肝头感觉真幸运，会当来到台湾。当初伫面册社团找到去泰国表演的工作，煞意外落入诈骗的陷阱，经过2届换车佮过河，到尾互人带去缅甸做诈骗。把上衣全部脱掉，然后靠手靠在那个大广场上面，然后让太阳普晒。这期间都有可能会受到殴打、踢之类的都有可能。小鬼身躯真侪伤痕，讲到这场意外恐怖情景，一直伫脑中无法度袂记哩。拄啊到位，就去互人扣掉的，一直拍，一举一动拢有人监控。小鬼要向外求救，佮互人私刑对待，失联将近3礼拜，暂时会当平安返来，嘛互伊的亲人总算安心。我们这边的那个联络官联络那个 NGO 他们真的蛮给力的，这种联系拉紧了。这机会就大了。我当下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被放出来，不是每一个老板都会愿意放。会当互人救出来，除了有各个官方介入，嘛靠民间救援组织出来协助。不过，这种海外诈骗为高薪长久人才借贷诈骗，即嘛阁有长久表演手法一直变化。敢若最近3年，咱外交部协助国人为东南亚脱困的，都有1533人。实际的求助数据，我们认为一定是有存在落差。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像部分的受害者，他们可能基于恐惧，或者是说他们回台之后羞耻，不敢报警，然后或者是说甚至他们本身就不信任救援的这个动作。那骗人的步数都变化，诈骗园区的据点嘛一直换。本来大部分伫柬埔寨已经改去缅甸寮国这块里，泰国是变做中站，上准2段关键方便移动，也加开互被害人相信。泰国会说这些事情发生在缅甸，你找我干嘛？怕缅甸军政府会说我管不了克伦邦啊，所以说他为什么愿意做？因为新闻闹大就愿意做啊。互人骗的案件不时有听到，不过泰国缅甸官方展开救援的行动先后顺序，有多一寡考虑甲选择的。民间救援单位是讲，背后原因真复杂，牵涉到利益关系。不过一段救援的标准就是，无论一直报，只好爱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